今日 G 點同大家一齊睇睇黃色才子陶傑點樣實踐入移英港人袋啊！話說呢期嘅重點新聞之一，離唔開英國要收緊移民政策，當中5年變10年，震撼外界。尤其 BNO 簽證喺2021年1月推出，數一數手指，如果係第一批申請者，都已經差唔多埋岸啦。今次會唔會波及移英港人？偏偏工黨政府就唔好提，唔講得咁秘密。冇錯，呢下收收埋埋，足以令唔少移英港人錢就使得月光光，熬就熬得心慌慌。英國工黨檢討臭屎密冚，移英港人入籍怕臨尾香，最驚係從此呼吸唔到自由空氣。驚唔使驚，嫲嫲喺大廳。唔啱，應該係黃色才子喺大廳先啱。素來寧右勿左，推崇美國總統特朗普，踩得英國首相施紀賢嘅陶傑，見到工黨有反口小人嘅勢頭，吸濕大笨象，即時發動抽水功能，批評施紀賢之餘，仲要俾橋在英港人。佢話英國政府係可以控告嘅，英國仲有司法獨立，仲有一個上議院係終審庭，即係香港人唔識得或者唔敢控告英國政府。嗱，才子抽離背景嚟講，真係有啲唔公道。眾所周知，唔少所謂走難去英國嘅人士，抗爭經驗、裝修知識就多，但係叫佢哋守規矩、跟程序、依照法律去做嘢，會唔會有啲強人所難呢？更何況才子獻計只有前半節，少咗下半忽，都係有點兒那個㗎。話晒當地港人英籍未到手，膽量便沒有，一陣搞大咗，兩頭唔到岸，香港唔敢返，英國冇得留，才子你話點算好？不過如果移英港人真係採納才子呢條絕世好橋，相信要做都其實唔難。話晒人喺英國嘅國安通緝犯劉家文，曾經都係公民黨成員，訴諸法律呢家嘢，劉家文爛船都有3根釘，理應都俾到啲建議嘅。只不過對象係英國政府，而唔係香港特區政府，最怕通緝犯只會 be water，走夾唔唞啊！